先来关心的是嘉义阿里山山区，因为落大水后，有一个50多岁妇人人伫溪边失踪去，消防局是利用空翕机来倒找，扩大搜救范围。今仔日早起10点左右，已经发现这个妇人人的遗体。消防人员整理救援的设备了后，赶到发生事故的所在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李家部落。初三下晡发现民众伫溪边失踪，接到民众的报案，消防局甲义消嘛成立一个20人的救援队要找人。8月3号，嘉义县消防局获报于阿里山乡李家村附近一名女性，年约54岁，疑似落水。消防人员透暝伫溪边来救援，但是山区落雨的天气，然后安全的问题，嘛增加救援的难度。初时早起，消防人员就配合空气机的设备，要来扩大救援的范围。今日早上4日。我们会同阿里山勘所以及我们义消同仁于河面上面做扩大搜寻，以及空拍机的空中搜索。搜救人员伫要10点的时阵，伫事故地点的水尾大约300公尺的石头棚内底，发现已经失去性命的妇人。目前搜救人员嘛要想办法，对溪水当中把大体搬出来，后续交予警方调查事发的经过，报请检察官来上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